點樣可以唔落麵粉生粉都能夠煮出濃稠嘅懷舊咖喱呢？秘訣就係將薯仔分成2大類，一半切正常 size， 另一半切碎粒。煮嗰陣時，碎粒咧就會完全融入個汁入邊，變成天然嘅勾芡啦。咁樣煮出嚟，啖啖都有薯仔嘅鮮甜，呢啲先係真正嘅古法味道。試下啦！係咪咖喱嚟㗎？係啊！哦，Yummy啊，最中意椰汁。